就跟司机在聊天，然后聊聊就聊到我们的梦想。我以前也遇过司机说，我如果跟他交朋友，然后他就不要收我钱，好可怕。哦，为什么安静？这是什么意思？双脚唔得，反正像阿年纪一样哎，冲狗没有用。没冲过啊，双脚唔得。人家有爱有。三个六啊，冲啊，心路开哟，我冲过的心脏，老年大擂台，老年强下来。哎呀，今天还能听用 PK 吧啊？哎，金曲 PK 赛，PK 赛，玉后堂的狗上做的堂哎呀，有抢断呢，节目当中哈，参加比赛歌。嘿。成绩非常好的参赛朋友，冇錯，來到嚟現場來講下比賽，分到4來組，4枚組，贏呢有1萬角，耶，重點了嘞，贏有1萬角，好的，哦，好了，這個比賽有沒有介紹評審欣賞？來，視費欣賞，視站費欣賞，總費欣賞。好了，来有獎 TV 參賽朋友，你先冇去加油哈 ！TV 係連勝而帶來愛轉來咧。談過啦。一边有向去个数，四个亲切个声音。押韵了当年的母子在押韵唔起留下来，所有喊吹嘅唔吹嘅思念嘅生涯表演，迄两条路山沟，带爱转来了个地方，就像迄个美国高美艳嘅自由。念黑一条重重的线，你的爱比所有相爱的爱爱的人啊，大家好梦。嘿，你的个爱带爱转来了个素材，爱转来嘞，爱转来嘞，所有喊吹的。做一个思念的生涯，爱永远记得，爱转来嘞，爱转来嘞，所有痛爱的、相爱的、爱爱的人啊，爱已经转来嘞。像黑一个美国高美艳的自由，思念黑一条重重的线，你的爱比所有相爱的爱爱的人啊，大家好梦。嘿，你的个爱带爱转来了个素材，爱转。
生以后，你们安动感哦哈，哎呀哇，连摇头歌都带来了。对啊，但他最后突然有点尴尬，他的节奏突然，哎呀，真的，还有新密啊，哎呀，新密，哎，那你会不会这样？哎。就刚好帮新娘化妆化一化，然后就上台就唱歌了，就上台摇这样，没有哎，太忙了，没有，新密很忙呢。哦，真的吗？对，那也可以是赚一下，哎呀，赚个红包，对，就有一次那个新娘的爸爸，对，就是说，哎，我在电视上有看过你，哎，你就会该领神椅，然后我说，哎。黑毛，然后他说：“那等一下你画完上台唱一下这样。”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平常都很忙。”对，那因为每次第一套，然后第3道菜，然后进来就换第2套，接着又第3套，因为还有头发嘛。对，真的很忙，真的不行。对，所以不行。那钱没讲好啦。哦，那个送一冲啊，包的太丰吧本。没问题。安尼好冇好，安尼个新娘唔失败嘅。冇啦，前面走唔停。然后最近疫情就是比较趋缓了，对，比较好一点。那其实之前都差不多30-40桌以上，每次喜宴甚至50-60桌，所以那个其实它的那个 tempo 都很快，对，然后干嘛的？对，然后我也很快这样。然后就桌数比较少的话，你就还有时间了吧？对，现在就差不多5桌，然后甚至10桌左右，对，然后我甚至就可以下去跟他们一起吃饭这样。哦，还可以一起吃饭了，对，吃不完还可以打包回去。新娘对你很好哎，对他们都会留一个位置给我，大部分都吃翻饱，听听啊，真的，对，真的。我们以前这个也有时候那些婚礼也会婚丧喜庆会抢来的国厨艺表演嘛，对呀。然后他们其实有好的主人家，他们也会旁边弄一桌给我们艺人吃啊，对呀，懂我啊，但有一些艺人他就是喜欢你们不吃哈？那不吃呢，不要动哦，真的，不要动，我等下打包回去了，打包回去，你都还没坐到椅子上，他就说你不吃哈。因为有一些艺人，他就是想要唱之前，他先不要唱，吃点东西，对啊，有一些人是没差了，然后边吃然后就边唱，但有一些艺人就是他会想说。先端庄一点啊，先不要吃，然后饱吹恶唱，唱完再下来好好这样吃。结果唱完下来啊，没了，都没了，包走了，被打包走了。打包的那个人叫张秀琴。大牛哥，我就想你会 Q。没有开玩笑。好啦，唔会剪退啦。好了，冲退的唐先生讲给。蒋思碧先生。新意喊叫我堂都很冲過嘅哦，嚇最近聽懂無限。今日創業書我做落嚟，喺我記得的話，我知道也喺進步的部分，唔單槍喺講去給他上線的問題，吼，你個氣，你是新密要跑很多場嗎？我覺得你的氣整個很穩呢。30-40桌、50-60桌，哈，你看。尤其喺安尼天子的舞曲啊，冲的时间有上是那力气嘛，然后很多的时候要需要 power。我知道你头摆冲的歌啊，卡抖的比较抒情的歌，这种电子舞曲反而少，所以说我记得亚叔歌本上应该蛮安尼编曲啦，係冇？好像有改编过，好像有改编过。之前有改编过，撇嘅版本，也係原本嘅版本。OK 所以亚叔歌我也知道，就係講按你表現來講，對你來講，它也是另外一個表現的方式。也可以上線，雖然講它比較秀氣，可是唱起來還是有不一樣的風味，我覺得還蠻好的。好，尤其係你這個這麼大的時間，不斷的在累積，我覺得差的應該說是成長得非常的快。好，我希望說未來哈，如果他到機會做的做安尼表演，我做同好。好，先生，好，來歡迎他的粉絲了哈，粉絲哈，可以啊，林神怡嘅粉絲。66.3分，辛苦好，做对，好，希望下一次哈，真的主人家啊，你们有要找新宇上台表演的话，记得红包一定要包，好好讨论一下，他就会上台了啊，没有红包的，妆也不会随便化，来给你表演，好，谢谢，这一回就休息，好了，杀好了，3分，谁来吹戏评先带来一杀，一杀。
个心闭上啊，目眦流连连，你开一眼，上一年，都乃是都乃这用啥，怎袂相见？乃上竟然发着一阵梦魇。送啊都啊，送到你的身边，见你一面，想你一遍，嘿有可能俩情缘还未相见，相遇一年年，相遇千万遍，无奈何无从的誓言。相遇一年年，相遇千万遍，无奈何的你有啥无言？再爱恨，爱恨，爱恨，伊也不会。就一阵梦魇，飘啊送啊都啊，送到你的身边，见你一面，想你一遍，嘿有可能俩情缘还未相见，相遇年年，相遇千万遍，无奈何无从的誓言，相遇年年，相遇千万遍，无奈何的你有啥无言？再爱恨，爱恨，爱恨，伊也不会。心闭上啊，目眦流连连，你可以相依一年，嘿嘿有可能也情缘，还未相见。大家好，景大姐好。贺堂深情，真的哦，他唱歌有他独特的味道。嘿，他有他独特的脚步，他都会这样哦，脚步啊，你都要有一前一后这样。相遇年年，相遇千万遍。我被发现了。哎，安永啊，我怕冲狗呢，我一定要两脚着地。真的哦，真的吗？哦，那可是有时候这样就觉得说很像在当兵立正哦，真的哦。有时候看起来你可以开合啊，也可以啊。每一个人唱歌的那个方式不一样，他觉得可能这样子会比较。你像小哥，他就喜欢这样子，他也是一脚前一脚后。哦，嘿哦。对啊，你是像那个谁，侧面看起来比较瘦，哦，比较帅。难怪我每张照片看起来都很胖。齐秦，他就怎么样？好像在打羽毛球。对。哦，前后这样，不让你捕捉到我胖的样子。我很有心机哦，不错，我要学起来。每个人某空样了哈，你的唱歌的方式。嘿，对啊。哎呀，吃到饼生冲狗金扑了呢，
他不能听哦。你是有常常最近有听 Nobody 有表演吗？在外面以前有表演，是不是然后因为之前就是休息一阵子，他最近呢有认识一些朋友，然后是一个那个弹吉他的社团，然后我自己开始学弹吉他这样子，自弹自唱哦，哎呀，然后认识一些，他就又介绍我去那个市集，他说哦。有那个可以争那个有人上去表演这样子，然后可以放打赏箱。哎呀，那虽然说没有给那个车马费啊，但是就是可以放打赏箱，是类似街头艺人。对。那是要有证照呢？但是市集他准许我们这样子，就不用证照，你可以去报名，你报名就错，那是他们的活动。哦，那就看有没有人打赏这样子。对，然后自己就练了一些歌，然后就上去唱了。那结果因为我们在那个哪里那个台南转运站的外面，然后那个时候天气很热，加上我自己也没有弹很好，这样，大家都快的走进去，因为你没有人气。那天就是算一算，还是有一点，才300块。300也不错啊，经验嘛，就有练到。那结果那天回去啊，就机车发不动。烂机车发不动，哇，那修车那真的很机车哎，修车3000块啊，很机车，赚300修车3000是不是？就那天我花2000多块去练吉他，后来是就好好唱歌好了啦。对，我也自弹自唱过，有没有100经验没？也是高中的时间，我去民歌餐厅，户外。民歌餐厅，高中的时间，民歌西餐厅鼻祖在那边，好不好？头摆就那个就哇，高中我想说我就去面试啊，结果冲一百冲的我就一直手一直抖，给台下因为有台下都会下单那点歌嘛，台下人就写不要紧张，你唱得很好，有鼓励我。结果下腿时间个后蛋啊有单眼肉摸鱼，他吃了一个冰淇淋，嘿，因为我就夹着尾巴逃跑，我不敢领钱，就这样冲退了唐先生公平。唱赵薇先生。我又看到炳生，他比较像怪兽电力公司那个毛怪，毛怪。我知道吼，底下的舞台动特别係講，我按導演看下來動到線數啊、歌數參賽者，我知道我自己咩啲好心，大三人唱歌嘅方式冇強樣。最近有一句話，我自己相對所講，歌嘅唱好啲條舞台。不本人彈到係應該嘅，如果你嗰位唱係好，你演色要貼片無強嘅話，弄啲歌加分，本下當然彈到。我之後喺啲舞台動態嘅魅力素材，我看我平時按當然下來，我當時啲彈耳機嘅時間半途就拿下來，我會拿下來。大部分都是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在享受他的唱歌，不是覺得耳朵很吵，不是，是因為一方面也是太大聲，沒有啦。然後我知道按導演下來，我知道佢吹台改編出台佢唱歌問聽以外，你還記得他們一開始來比賽的時候，他都要麥克風架嗎？因為他會緊張，他不知道手要擺哪裡。他現在有安全感，對，他現在完全不是，他的樣子已經出來，狗水樣的出來。我覺得那就是我們一直要跟他講，你放鬆，你要自在，你要唱進歌裡，別人才會感動。你要除非低調在舞台唱過最台啊，這種最台改編，還有你唱過問聽圖比以前好太多了。你以前可能唱2句，你後面就會走音啊或什麼，可是你要猛，我到後面完全都在享受你唱歌。我覺得你出去。磨練也好，雖然講300塊聽聽，但是我覺得那300塊可能是你以後變3萬塊的養分。我覺得你今天真的表現得很好，很棒。你的發財金，對，發財金以後壓在自己的抽屜，不是拿去修車了嗎？修車自己一天3萬，你想想看，一個月就多少？對啊，90萬，大家都要叫你勝哥。對啊，是啊，來看下分數。好，看一下呢邊勝哥分數。好，2分。对呀，分数也不差了哈。很棒，哎呀，好，恭喜你，好吧？一般有几比赛了，成功了，好，谢谢，谢谢，要恭喜他。休息，好，沙好老鱼，沙律灣社會區校青年帶來無言經驗。躺完了。最厲害的部分就是他的音準非常的穩定，他從高音調到低音，低音調到他都能夠準準的到位。
我觉得真的很棒，真的很好听，好听，很专业。下次有机会再唱给你听。对，好，真的，我们老人家不会输人家的，对不对？不输年轻人。怎么说人家老人家？是，你看一下他的分数就知道。我跟你讲。我发现你唱日文歌还比客语还好听。都真好啦，不过跟日本歌的喊它有那种那么演嘎那种感觉，有那种转音啊，那种腔调。我唱日文唱比较久，我唱了10几年的日语。哦，真的哦。客家歌大概学了5年，差不多5年而已。所以刚刚你唱那条国语，它本来是日本歌曲。我不知道这一首有日本翻过来。哦，那应该是最近才发现，可不可以这样唱？黑日本歌对，日本曲，对日本曲，然后翻成下客家词哎呦。这一次刚好有这个机会，我来唱一下。哦，哎呀，太棒了，真的。编发是。不过从某腔用遗演的时间有跟冲腔被某腔用蛮吃的，会不会有一点变化？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我觉得好像会有呢。会哦。会。我觉得语言有时候，你像英文歌比较好唱啊，跟我们这种中文，我们中文就是。中文歌就4个音而已，英文歌它其实它的发音整个比较某腔用嘛，规造都某腔用。日文歌其实它发音也蛮好发音的，哎呀，它至少5个音，对不对哈？对，这首歌也有翻成台语歌，对，台语的，对。对呀，好了，来，唱对了，弹紧张的歌，向飞欣赏。是清源姐，哇，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耳朵真的是很有福气耶，真的觉得清源姐你每一次你冲狗，我们都非常的享受。可是你在唱这个客语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跟咪西已经是非常的好了，而且虽然它是客语，但是你那个
模样，你那个日文的那个唱日本歌的那个腔会跑出来，我觉得那个是你非常非常独特的部分。这个真的是我们平常一般客语歌手真的听不到的。我觉得你的那个转音哦，也是真的是太漂亮了，而且最厉害的部分就是它的音准非常的稳定。它从高音调到低音，低音调到它都能够准准的到位，我觉得真的很棒。再来到日文部分，哇，我也是直接完全在欣赏。而且你唱日文的时候，你全部整个你都放松了，哒哒哒，这个地方你完全就是可以感觉到你非常的自在的去享受在这个日文的这个里面。然后刚才我们也有讲到这个，可能唱出来的声音声线会不一样，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咬字不一样，你的发声的位置咬字不一样，其实是会让你整个这个表现的那个声线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你是把你日文的这个很漂亮的这样的表现用在这个客语上面，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听到非常非常独特的这个味道，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喜欢。谢谢，谢谢，对，谢谢你今天这么美好的音乐。真的好棒，好棒，真的很好听，好听，好听，很专业，专业。下次有机会再唱给你听。对，好，真的，我们老人家不会输人家的，对不对？不输年轻人。怎么说人家老人家？是，你看一下他的分数就知道。我跟你讲，看一下好了，看一下哈，有青眼嘅分数。对，好有嘛？真的有哦。97.3分哦，轻油哦，赞。是啊，老的就是有经验，不要再讲老了，经验老道，好不好？经验成熟，对，成熟。谢谢，好，谢谢，安子 C，什么？ありがとう，どうぞ。好听了 Kimoji 哦，听了 Kimoji いいよ ，Kimoji いいよ。好来沙好了，沙下來換寫來吹重點面帶來，定妹團圓多那年。好來躺下啦。天当神的万盏灯，心中闪过万千。冲也冲呀，冲不开；冲也冲不罢。阿哥上门有一年，一道。还有团圆，等妹团圆到那年。天当神的万盏灯，心中闪过万千。冲也冲呀，冲不开；冲也冲不罢。阿哥上门有一年，一道热气有热夜。还有团圆，等妹团圆到那年。
哦，叫我看到了哈，哎呀，哎呀，一口白牙，一口白牙怎么说？哎呀，我就亲讲，谁的牙齿一来就看到给牙齿，亲讲，卖那牙齿的有诶，我会啊，牙科医生啊，就让他面对鬼做怎么碰牙齿？哎呦，按你懂好啊，用讲啊，好宽啊。你是为什么？你是牙齿坏掉了，要重新做过哈？从细啊就没镶牙齿啊，用牙齿来敲锵锵。哦，对呀，全部做植牙。哎呀，全部植牙，全口植牙，植牙哇哦，哇，好有钱人啊！不是有钱呢，有钱。哎，植一颗牙就10几万呢，大棒番吧？对啊，差不多。8個番呢？8個番呢？那因為牙齒磨合上去種也係醫生建議，就要會影響到創果哦。哎呦，相對嚟講就用那個油會搖動，會挺呢個牙齒會是有啲問題嘅。為了裝個嗰時裝個強強嘅。就雙臂轉移下就結心就牙齒來。重新整理一下。味道的老狗会冲吼。哇！你看，哎，年纪那么大了，还那么爱漂亮，怎么每一个都懂？我老婆一直叫我去弄牙齿，我说哎呦，这个年纪了还弄什么？我又不是靠外表。啊，你不是哦，也是很帅啊。按眼刀要看嘛外表。不是，就是牙齿，当然有不一样用，还是一个人的一个外观这样子。外观嘛，对啊，我牙齿其实也是有点不太平均。戴还有一根牙齿还就是你随着年纪，它越来越窄了，萎缩了，越窄，它常常吃东西就卡东西卡在里面，这样也很有效果啊。你吃回去有没有菜渣在那边？对呀，他一直叫我去弄，好大概7、8年前就叫我弄到现在我还没去弄。可以用没有一段时间呐，抹汗穿钱，抹枪啊油钱啊，8万，你考虑很久哎。对好了，好，来冲退长时间讲。抢是非欣赏。David 大哥，今日冲到以後吼，就係講要出國位啊，也個上年要動適合安尼高興吼，所以說天天嚟慢慢嚟安尼衝下來，之後要出國應該係講。應該懂熟，所以人家嘅口團的部分啊，每一個交代的都很好，每一個交代的都很好。所以講有賞識啊，所以因為人家嘅團落嘅部分啊，它比較整齊，所以你喺衝過嘅時間啦，可能還有一個起伏的話，應該會有更好的發揮才對啦。好，按過呢，按過你比如穩穩的衝，所以要出國穩衝嘅質感咩有多安尼微縮，我知道以後，以後一講，衝到一講，安子 say。來，看一下個分數。看一下總等名嘅分數。回家的路上就跟司機在聊天，然後聊就聊到我們的夢想。這麼快就進入狀況，聊到夢想，就互相聊你們的夢想。對，因為他就問我在做什麼。一起步入禮堂嗎？我以前也遇過司機說，我如果跟他交朋友，然後他就不要收我錢，好可怕。為什麼安靜？這是什麼意思？我覺得很失禮。看一下嘅分數，我看一下總等名嘅分數。好，什麼情況？96.7分，好，也不錯啦，也不錯。可以，還有後面還有2個人還不知道，好不好？謝謝安之 C， 多謝明太哥，謝謝休息。好啦，沙下來呢？沙下來係什麼嘅親密嘅意思啦？請家期待來聊天群。來，糖啦。树我是掌控，心我是漏用，也把天当高，最龐大，最頭腦湧湧，四我行路紅，街頭紅米上白夢，衣服甜半夜卧鋪，要自己手抖抖噴噴油，四阿妹面把重放，重複過家了，快用。
干嘛？你干嘛？你怎么扶额了？你尴尬了是吗？你怎么了？我本来不是这样的。怎样的？怎样的？你本来是怎样？怎么了？你本来怎么？我本来昨天练得很好哦，对，可是有时候就会有不好吗？有啊，很不好。真的吗？对呀，没关系啦。大不了就没有1万块而已啊。对，我不好的时候你都没有听到。对啊，我们常听到啊。你常听到，我常常不好啊。哎，对啊，没关系，拖累了队友啦。他啦，不会啦，他们都是赚大钱。我看应该你比较需要而已。是真的。对啊，这个无所谓，每一个人每天的对状况不一样，歌唱状况某重要，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对对啊，很多天王天后也是这样啊。对啊，他不是每天都状况很好，只是天王天后他有代唱没有啦，开玩笑，不一定。对，就是说，所以不用那么在意。我后来也是啊，我本来以前都是希望我在每一次表演的时候都能够保持最佳最好的状态，但是有场是没办法了，没办法，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气候啊太冷了，身体还没暖也会有关系。是，不过听说你最近好像有艳遇哈？我以后都要跟佳琪出去，他每次都有艳遇，到哪都有。可能我运气都用在别的地方了。是哦，什么意思？你这是？我有一天搭公车，结果最后一班没有搭到，我就叫了 Uber，然后回家的路上就跟司机在聊天，然后聊就聊到我们的梦想。哎呦，对，然后他就说：“你这么快就进入光聊到梦想，就互相聊你们的梦想。”对，因为他就问我在做什么，一起步入礼堂吗？我的梦想就是娶一个个人的梦想，对，个人的梦想，不是陈慧茹，不是，然后司机就问我在做什么嘛，我就说我想要玩音乐啊。那司机就说他以前也有这个梦想，他就马上就把那个单就关掉。哇！他说今天我就算免费载你回家，跟你交个朋友，然后顺便去你就是那边附近玩。然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都可以找我。他说一个人在外面生活不容易，然后跟我借钱也可以，10几万都没问题。哇！几岁的人？对啊，40几岁吧。哎呦，他要这有点危险呢。他是要把你吧？他是要骗你这小妹妹吧？对呀。不是啦，他说他的梦想以前也是玩乐团呐，所以他想要支持我。真的，后来你有把账号给他吗？这种套路你也都相信啊？对啊，你相信很多男生的套路啊。这问罗哥他很真诚啊，真的吗？罗哥难道不真诚吗？对啊。我以前靠这个套路，我不知道骗了多，不对，Hello 罗嫂啊，这样你也相信？你不会有互相联络？没有，我说我不缺钱。你不缺钱。不过有时候真的会遇到怪怪的司机。我以前也遇过司机说，我如果跟他交朋友，然后他就不要收我钱，好可怕。为什么安静？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很失礼。那是退休老兵吗？没有。结果我就叫他，请他在很远的地方就放我下车了，多害怕！你看。哎呀，可能我知道啊，晚上那边很暗。看不清楚。可能那个司机喜欢吃一点那种比较油脂的东西。他吃斋念佛太久了。对，他突然想吃荤，那有做的吗？好了，从这嘞，唱咱们欣赏。吉娜也戳中我的笑点。你是我不知道，我只要讲到我身材，你就没有，我不知道现在 Uber 有开卡车了。不是 Uber， 是 long time ago。哦 ，sorry，很久以前没了。sorry，拍摄。该听人拢讲，其实刚罗大哥有讲吼，其实大家歌手强，大家表演才有强哟。特别唱歌的，某一天给大白唱歌的就是在自己练习的时候，你上台就是100分。你还记得比赛的时候，接下来拢讲，你地方卡要练120分、200分，上台可能真有70分。不是讲你也有时候爱弄表演，譬如讲没有自己满意的部分，只有自己不满意的部分，变做下班来练出够强啊，然后唱的时间还要唱很好，另外意思嘛哈。那还有一天是我自己没得好心，我记得我有1-2班我伫咧舞台唱歌的，我始终系唱得当唔好，咁因为我你对我自己标准
听他狗，对，圣经这是对的，可是，在别人看来，可能表演有感动到，那就不是错跟对的问题，你就会记得那种感觉，然后在表演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心虚。我跟你讲，我觉得自信当重要。我觉得你到现在，我觉得你最缺乏的就是自信。要是歌曲男歌唱，男歌女唱。不带出哈某简单，它的 range 又比较高。我觉得你能够挑战这样的摇滚，也是我很少看到的啊。我觉得你唱出那种女生比较纤细、比较细腻的部分，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其他，我觉得有时候你真的不要觉得你一表现不好，你后面就乱了。其实不要，因为你就把这个当成你下一次进步的动力，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没有不好啊，因为不能带这首歌曲都俩糖了，是还显得最难的一首歌哦。真的很难，他给他唱山歌呢。我觉得你表现很好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那个的。谢谢老师，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陈先生，好 ，OK， 好，来，看几个分数了。看一下掐嘎几个分数。96分，好不好？就反映在分数上面。对，讲这么好听。本来我们本来只给94分呢。哎呀，是啊，好啦，没有啦，真的那各种状况有时候很难控制。对，胸型三公练到120分，我们上台就有基本的分数。没关系，刚刚那个你看，刚刚那个静媛姐的分数很高，嘿啊，可以把它拉回来。对，没关系，没问题。好，谢谢，加油，陈家琪。好了，撒落先来吹清明沙，游子欠带来唱讲合法。好了，躺开了啊！来通讲后摆的时间，讲合法无会分同风呢，心酸的观念排列下，只说过语。也叫像那像人切，流到你爱鸟甲伊味，老是你走来走去，真生气。都掠下，无爱来教你合法，打招呼基本的问候语。只说客语，来教你讲你好漂亮，谁们安讲刚下雨什么你？有空来玩，又看得了是饱了吗？是饱的梦，最后爱好也偏爱爱你。爱通讲后摆的时间，讲合法无会分同方面。身上没观念排列下，请说过语，也叫是那种人切，流到你爱鸟甲伊味，老是你走来走去，真生气。都掠下，无爱来教你合法，打招呼基本的问候语，只说客语，来教你讲你好漂亮，谁会安讲感想什么你？有空来玩，又看不了是饱了吗？是饱的梦，最后爱好也偏爱爱你。说客语，我教你讲你好漂亮，谁们安讲感想什么你？有空来玩，又看了了是饱了吗？是饱的梦，最后太大跳下来后，最后太大跳下来后，最后太大都会好下呀。谢谢，888，八，对，谢谢。
他不安了。你好，你好。最近有谈那个拍戏吗？最近在等那个时间要下剧组。哦，在等时间呐，准备下一出吧。把剧组下掉啊？没啊，要进剧组。哦，准备中啊。有一部戏在筹备的时候。对。哎呦，太好了。哎呦，拍戏很累啊，那等的有庇佑。那等的时候怎么办呢？就等的时候吗？那就在下面空闲时间啊，哎呀。最近这段空窗期，听说有在创作，是不是？有在创作。哎呦，下狗呢？哦，你距离上一张专辑到现在多久了？差不多1年了。1年嘞。上一张1年的时间听听吗？那一张台语专辑没有，后来有出一张单曲。单曲国语的创作单曲。叫《晚安你陪谁》。晚安你陪谁？对。哦，距离上一张1年嘛，那希望要空窗期，你就给他多下点歌诶，好听的歌啊写出来，看什么时候可以听到你新的作品。嘿，下加歌诶吗？其实客家歌曲我也有在，我们有在尝试创作，对，客家、台语、国语，对，反正就多元呐，多元语言没关系。对，一曲3词也可以，像 CP 值很高，某按某，好了，唱完，唐先生公平，唱必欣赏。好，子谦啊。唐颖公，你现在有在创作，我觉得很棒。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对你来说，对我觉得很多歌手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去挑战不管怎么样，把你心里所想要写的、想要做的、想要去完成的这个梦，都把它做好，我觉得是很棒的。对，希望你将来会有很棒的创作，还来跟我们分享。没问题，谢谢魏老师。好，那其实音乐、唱歌。秋黑，你去改个个性，你的个性怎么样，就表现在你唱歌、你的音乐上面。那我觉得你一直是一个觉得在唱歌上面非常有企图心的一个歌手，然后在这个演艺圈的事业上也是。那同样你在唱歌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你强烈的企图心。对。那其实有的时候看歌，有些歌是蛮好的，但是可能在一些今天整个表现我觉得还是很棒，但是真的要给你一个建议的话，我会觉得你还是可以有些地方练习收回来，是练习收回来，才不会整首歌一直冲，从头到尾。你知道我们听完一遍的时候，觉得我们已经跑到那个前面去，不知道要再去哪里了，你懂意思吗？所以有些地方你唱的还是得要回来。我举个例子好了。请说客语，爱搞你拱，你就可以往上啊！你不要请说客语，爱搞你拱，然后你好不要一直往前。请说客语，爱搞你拱，你好漂亮，谁莫俺讲？你这样就有不一样，你就会进啊退啊进啊退，不会让我们觉得你一直往前冲，这样我们会觉得好，这是一个听的感觉，但是整体还是很棒的。就给你一个这个小小的建议，可能在以后你在冲狗给时间，在诠释歌的时候。多一点点，可以想看什么地方你可以再回一点点，然后再重新出发，我觉得会更棒。谢谢。还有，好了，来，看一下个分数，看一下邱志强的分数。96分，也不错，恭喜！好，希望很快可以听到你的作品。好，谢谢，加油！谢谢。好了，回到消息哈。好了，按照什么吹比退的？两吹都比退啦，什么吹係289.6分，谁来吹係289.4分？恭喜什么吹！2.1分。是这样的啦，一般的女啊，还好静媛姐这个分数太高了。对啊，静媛姐分数真的很高。是，好，在今天很开心呐哈，能够邀请到这客家界的这个会唱歌的大傻都安博冲，安博冲国的朋友了，都安尼现场精彩的表演。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再邀请各位来哈。走的哈，按这些什么大家哈，那流行组结束了，是啊，我们来看传统组的，好，看一下，看一下。
Hiking 哦，Hiking 这平常时的休闲活动，很休闲。大部分在走笋大。不是因为晚上蚊子比较多哦，飞来了哦，把蚊子飞掉哦，这个意思哈，那俩意思啦，哎，也都传统组的 TPK 吧啦，金曲 PK 赛，哎呦，同样係厲害嘅，頭擺有參加過嘅嗰個精英啊，精英，呢種優秀嘅國術嘅，傳統組嘅，節目當中嘅成績全部都非常厲害啦，冇錯，我分咗4來吹4妹吹，4來吹4妹吹，哈，啊嚟比賽啊贏嘅只有1萬元，1萬元哦，幾吹哦，不得了，千多錢嘅，當然比賽要搶欣賞啊，嚟評判一下，冇錯，介紹下嚟，好，羅燕先生，溫新炯先生，黃鳳珠先生。哎呦！好來，現場介紹睇了，馬上我進行今日的 PK 賽咯。準備好嘛？大家。好啦，放眼廣告戲，誰來吹，誰沒吹，哈。準備好勢哈，好勢啊！一啥好勢，聽其他人。你看你誰沒吹準備好了啊？其實客家話講好勢，感覺怪怪的。準備好嘛？好嘛？好勢。來，有請 TV。你誰沒吹先 ？TV 係陳淑娥帶來評判。來，躺下啦。从山了。
主持人好，苏马基好，哎呦，好久没见了哈。哎，T 牌见到呢。哎，T 牌。哦，我们是见过啊，嘿啊，很好，嘿。哦，真的啊。哎呦，哎呦，唔看佢叫冇來咧。真的，阿媽嚟叫嘅。係啊。所以一鋪嗰啲冇係乜嘅事情啊？上班，還有打太極拳，太極拳，就平常時休閒活動，晚上就去公園跟一些下班的時間啊，就同一啲阿公阿媽對吧？哈，安普亞打盲拳這樣。哎呦，打盲拳。安普亞太不那走筍打。不是，因為晚上蚊子比較多。飛來了，把蚊子飛回掉。這個意思哈，那倆意思啦，對，沒啊，就有閒的時間去打拳。哎，那這樣子練一多年呢時間？也蠻多年的。哦喲，蠻多年是多少年？大概4-5年有。哦，4年那應該也有練出一點成績了。哎，對啦，對身體幫助。哦，係啊，兩天做係啦，對。啊，咁有去比賽？有啦。哦，沒有。有啊，沒有去比賽。有去比賽。有啊，有得到嘛個獎。團體有得獎了，啊，個人的話，他還有待加強。哎呦，啊，團體是怎樣？他就是大概6-7個人呢，6-7個人，大家共同的那個動作，相同的動作，然後看誰比較哪一個團隊比較一致，對。那個人呢？個人的話，就是他的那個拳架啦，有沒有達到那個標不標準？對，可以示範一下給我們看嗎？來，示範看看，比劃一下就好。比劃一下，如果你們平常，可以啊。一個大分一半。哎呦，這個老東西，另外一半給吉娜，哦。然後呢？去按有嗎？兩個衝射後就有後高了呢。哎呦，是這個我們30幾年前在秀場的時候就已經玩這個東西，一顆大西瓜，切成我們把它切成2半，一半送給他，另一半自己把它吃掉。原來正經係按用好的啦。對，但是它就是最主要是調氣啦，那個吐納，對，這樣子。其實我們人其實。如果人要健康，肺要健康，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呼吸，調節你的氣息。青島人唔要調氣呢，係講調氣方式啦，有正確嘅方式啦，正確嘅方式。唔要調氣就上山調啦。唔係，係講嘅方式啦，對嘛？哦，你好難聊。好棒！哎，希望大家這個可以多去做一些這種運動啊，哎呀，運動都挺好。運動就是一定會強健體魄，心情沒辦法，有益身體健康。真的。好，來唱完了的唐先生的貢獻。唱音欣賞。好，前台仔好，安久冇看到，係，上海係強榮安獎，好，所以唐伊從你係平板，因為平板嘅任下到嘛，哈，所以你在你係潤面啊，韓國你係轉任嘅地方，哈，都要當到切得你學習嘅位所，實下來就係要幾隻轉任嘅位所，比如講衝山歌，山一係該轉過去歌嘅時間，哈，要隻好。咁個兩片唔係當明顯，最明顯就係天，韓語跳嘅天嘅橋邊線，橋邊了，好，呢個數啦哆瑞嘅時間哈，大家認住，好，橋邊了線，好，我想兩片可能按樣先彈起來哈，你維持到下輕鬆。好，因為呢個係種嘛，要啲運動，哈，所以我想你運動對你來講唔係問題，哈，所以就係強應用辦到佢唱歌去，香港哈唱搖，後邊呢係唱了，然後唱哦，哈，會變成咯，唱搖咯，哈，按樣加落去就唔係氣勢哦，變成貼勢，好，所以你係。你隻為所可能，就個老嘅順住行，我想貴數歌曲彈起來呢，會喊下聲音。
好，是梦怡，是梦先生。啊，来，还要看一下分数。哎呦，比赛哦，看一下陈淑娥的分数。是梦先生。96分，哎呦，不差吧？做对了哦。哦，有满意吗？满意哈，很不做对了哈。好，好，谢谢你啊，苏某记，再继续这个练功一下，练功啊，打太极拳，身体健康，青春有啊。好，什么？来沙下来问谁来吹？廖崇发带来乐山歌。来，躺个一曲山歌，一曲情啊，记记了。家乡亲，相见面啦，数牵流。心连心呐，人生才是几十冬啊，山忙流。边啊，就是东啊。辛苦，路向树啦，吃油吃菜了。强松啊，
哎，重发过后，两位主持人哈，哎，你好，哎呦，看到廖太公啊，都会想到，哎，之前的比赛时间，韩寒某事情就只有一行做个移民没有啊？哦，哎，是移民没有表演吗？哎，就这样，拜呀，应该练唱歌啦，哦，练唱啦，高神期啦，对，充分移民也没，哎，主神的堂，嘿，很给保佑，个听秋有吼，很虔诚呢，虔诚，你保媒吼，你个下棋啊，个历史下棋啊，个历史上说讲，我哋吼下棋要疫情过后嘛，吼，一定要做一只计划案，我半夜过后啊，吼，意思向外讲。咁冇人愛做啦，我想好啊，我就來做啊。我是留個移民廟嘅樂師啊，留佢喊來，啊就掉好唱歌嘅嘢，一唱下來攝合好來嗬，過來，我是寫一隻三腳採茶嘅計劃案，嗰係認政府嚟啦。哦，做嘛冇人會做，冇人想去做，冇錢呢？你都。他總下條，然後唔抵啦，有下 K 發啦，我以為下 K 發給你，我組織給的，那是下隻計劃案，是傳去縣政府哈，縣政府嘿，結果我向埋去做簡報，簡報嗰係全新族人啦，所有喺下期我做完嘢來做啦，做好佢要分啊，有10萬來元，有5萬元，有3萬來元。佢是固定嘅，你要做個最多嘅啦。還是好啦，還是最多，還是做簡報，是去來之後，結果我哋都得多少幾十萬嚟嘅。哦，幾十萬哦。即係下期嘅啦，下期中啊，還是將佢來做啲。做一隻弦樂班來經費，唔係提變到富條杜方啊？唔係啦，太假錢掉唔係假，要公家錢，要做有意義嘅事情。我有請一隻係資深嚟嗬，林潤芬先生啊，佢當一時，如果我唔是冇講錢啦，我是來老人哋假咁，義務團係啦，我係是要來搶佢來指頭啦，係啦，指頭是3個月來時間啦，你要結束咧，結果我哋要去縣政府嚟做成果展，得到大家嘅安樂，冇乜嘅獎品呀獎金啊你。就他100幾結果佢有講啊，佢講佢其實本來的話嗬，10萬來元嘅獎費啦，獎金咧係獎金，也係本下期嘅啦，唔係本來的話啦。所以其實也係一種預算啦，佢再本10萬元，繼續再傳承啊，你客家繼續做下嘢。其實嗬，也10萬元嗬，我3個月我片檔錢是付得2萬元。哦，係正經嘅。因為佢而家按了哦，要20-30曬。哦，對，我睇自家嘅熱情。係啊，同大家都市嗰度學爆來啊，裝爆來，冇失爆跟精神那有喎，冇可能傳承客家文化，對冇？實踐重要嘛，民以食為天，對嗎？吃飽後做事。你有經費演唱會來參與啊？對呀，我本人食飽來真好，斟。來，重說嚟，像溫先生。那位廖先生今日唱了羅山歌，2條山歌唱好了呢。不管你航空、做人各方面全部平順以後了。唯一呢，我建議呢，為本幾點嘅建議哈。第一，普通一般羅山歌我哋有當多種嘅唱法啦哈。一般來講是43年以上嘅唱法比較多。你今年呢，也有唱43年以上，也有全部43之位嘅年以上。因為我哋咧羅山歌啊，我哋對個翻譯講係詞意斷句哈。我哋詞語斷句啊，按樣般來斷，好明顯、好合乎、合情合理來講啊。所以係講我個人嘅想法呢，
你两条歌全部用四三，跪下来唱四三，而且个词语一句尾，袂好合，了了我哋亲力样啦哈。因为你可能你唱罗山歌会欠上戏，可能冇人接，所以你听一句、听四句，该秀妹音嘛，全部结束唔啦哈。前脚是秀音、吞音、吞的，了点呢，希望廖先生转移还没练过一些，如何使得我哋戏能够接，该拍数能够看到好，唱得好，拉到。你係我哋提升山歌啊！我必須嚟多練習為咗，當好加油！謝謝。好，安謝，好，嚟看一下嘅分數。看一下廖崇發嘅分數。96分，強頂強款。哎呀，目前現在冇評分啦，哈，係啊，就繼續安尼就安尼客家歌曲文化發揚下去啦，哈，靠你哋大家啦，哈，好，安子謝，好，謝謝。廖太哥，在列當中，哈，好嚟殺下嚟。殺嚟，細妹吹兩位聽咗千杯沖涼也羅歡迎，羅水蓮帶來三個字。嚟聽噶啦。长
就声音好，新人真好。还有呀，歌词很有，你知道表达嘛？有嘛心情故事啊？我表达的係吼，你死下的後生啊，我甲歌詞有啦哈，歌詞有啦，我是表達講，你係死下的後生人啦哈，莫強衝動啦，通話多啊哈。安樣啦，安樣啦，安樣啦哈！色彩唔好啦，新聞啊，按緊報道啊，色彩唔敢看新聞。哦，暴力係啊，暴力哦，使用暴力啊，那年輕人啊哈，要脾氣他冇按好啊，對，有些啦，不過有些他哋當就禮貌當怪嘅，有未當到啦。我到富橋路街做生意啊，有未會拄到安樣嘅人嚇。哦，真見哦，係，後生有冇人罵啊？佢也唔敢罵啦，我哋一張面，按笑面對啊，係啊。啊，有啲話冇講，唔也好事啦，唔好事，係啊，我當然好事啦。我個性就當切啦，我講。我唔敢講，我係東西好事唔好事啦。我開到上市新煙來咧吼，你講好事啦，唔好事啦。哦，那個臉色本來吼當冇款嘅啊。哦，係啊，按用吧。我拄到按係後生。係哦。哦。係。講緊乜係噃？佢按用講哦。我拄到按嘅，我哎呀吼。那他基本按你講，表示你可能對佢講嘅時間可能有點挑釁的感覺啊。我已經做了，可能佢想到我按講啊，哈，要挑釁他啦。對不對？可是哈，我切頭切窗嘅人啊，我講英文嘛，我是切窗是講嘛，我冇想到很多哈。可能比如說，老闆這好不好吃？我賣了30幾年了，好不好吃？怎麼？要不然我怎麼賣了30幾年？你要買就買，不買就走了。唔敢講啦，唔敢講啦，我生意係做生意嚟，我看下來看來當藥啫。所以我講歹勢，我講會搶切哈。對。啊，記住之後咧係啊。哇，肯定就讓我賣啦。哦，係啊，用就好咧啦，皆大歡喜啦。就讓我賣。聽。這個做生意和氣生財嘛，對不對？就是大家就是控制好情緒啦。對啦。碰到什麼事情啊，隱忍一下，退一步，海闊天空。個動真的，修心養性是很需要的。是，真的。好，來，從他的唐先生的公平啊，公主先生，安尼嘅水蓮哈，講起來，佢根本嘅創喺三國志哈，創強無乜嘅老日本嘅強樣，不過本以細細建議哈，比如講安尼先列歌詞，愛創乜嘅強弱嘅時節啦哈，歌詞可能愛小可老嘅看詳細啲哈，比如講你講人生短短，因為你倆記哈，人生短，可是嘅一樣嘅感覺哈，就略略嘅有冇乜嘅適合一樣嘅哈。你喺外講人選曲嘅時節咧想法哈，韓國天意講是講，你喺海兩年唱嘛，海兩年啊。上下唱嘅時間吼，地背都會有海陸腔，像個影響啊，影響嘅形式有嘛吼，個了個就有海陸腔到地背都咧，個是一樣啲了天啊吼，不過當好，加強哈，加強。安住些，厲害啦，好，嚟看下嘅本書咯，好，嚟看一下羅水蓮嘅本書。雙劍頂，感覺有點那種鐵漢柔情的感覺，有嘛？哦，看你像安妮基咁誒，衝過咩啊用？衝過。雙劍冇買強用。雙劍頂，點解要嗌用？嚟看一下嘅本書咯，好，嚟看一下羅水蓮嘅本書。5分咯，6.7分。哦，比前面兩位較高呢。係啊，我3萬掉哈。係啊，雖然身材較矮，但是分數比佢較高。我有自信啊，衝過加10年的啦，係冇？繼續練下去，好唔好？好，謝謝，加油加油！好，謝謝先生鼓勵哈，好，謝謝。好，
好，哦，一看就是李局。好正经吼。对啊，我这还见到嘛，成功啊，买东西真好吃啦，冇事很难，你知道？嘿，问题啊，没眼问题。好，好来杀好了。杀了，谁来吹正经用带来平板？对，当然了。太高了，哎，又见面嘞，哇，见面嘞，去推动复过来啊！哎呦啊，歹勢啊你，哎呀，我安逸的時間，咩食架烤啦？食架烤糖啊，我問他食架糖啊。會創好嘅上年之後問他個多糖的哦，當然，我這邊都冇乜機會，我重新轉去這個啦比賽轉去了親手創。親手創哦，他冇機會演創吼。列歌詞係什麼嘅？列歌詞係有想自己嘅故事啊。我現在做歌詞，因為咧做歌詞啦，我寫個嚇吼新年動，叫差唔多較接近啦。因為我成日咧寫樂家咩動曲、動新曲，即都山都種香茅、種番薯，種梅嘅。哦 ，OK。將來讀書上課，他之前一天2省，那過一段番薯啦，開專業課，煮嘅時候做嚟上課。
还要做青岛西当做的一上课。哦，所以我用体脂嘛，差不多平均差不多7歲喎。差7歲就做了上個，恢復看你是嘞。跟一度聲音咧，下一台咁要聽聽呀。你下冇法度咧，冇法度哦。你下難啊！你下喊都喊唔到電動咯。你下副卡咩冇去煮嘅吧？係啊，去煮嘅血嘅。你下少嚟啦，血嘅散就血啊。所以係講真咧，嗬，一下聲嘢想唔到講按條擺幾樣事嘅時節，嗰種成法緊固嘅成法，真係。而家這件事推冇咁樣，係啊，冇咁樣咧。時代在進步，社會改變咧，真係冇咁樣啊！對，來，從頭來，唐先生講。向英先生，在台高今邊從你係平板啊，講實在，你講你係設計好嘅吼，愛上無人會相信。強好糖的啦，就係個強潤啊，吼表攤吼全部都清好。所以呢，你才你係強潤嘅，你係做到凍醬，吼，韓國漢強味非常嘅好，冇乜問題。撒下來就係愛上，係講材料係上清嘅表現，就係上任嘅表情，吼，然後係上任嘅感情嘅部分，吼。愛上做得本意幾隻建議，譬如講吼，你嘅你係心秋人，吼，心秋了人啊，人啊，吼，按就真嘅就動人嘅感覺啦，哈，因為欠上。好，我想你欠上你運動從起來唔會難，好，因為你嘅你嘅行動少，香港你咪動有力，好，你行你從個又係看到你從個會聽到你出力，好，我個相信人上嘅時節係唔係為下年一行，我想你做得係你要當好嘅表現嘅一隻為數，哈，我想做得來加強一下，香港你係比如講有愛幫助，你今日從嘅時節係你嘅班料全部當漲。好，唔過從安樣嘅強潤，你做得唔是按規矩，有愛了，好，你要去當規矩，好，你做得急掉嚇慢掉，有愛了，幫那一錯啊，冰打了玉那。好，全部按規矩。好，我想你從起來，因為你阿細來從起來，吼，梗係感情如喊冇強樣。好，我想你從起來可能會比我喊下聲音。好，所以你係我嘅建議，信奉你。好，謝謝先生。我看分數嘛。好，看下鄭景陽嘅分數。先生喺講好嘅，係啊，要兩三評分按評分，96.7分哦。96嘅都會創，旗鼓相當。食材法，係啊，全部從後台，厲害。關於張可以幾位單人嘅演出，嚟衝山歌，嚟搞下嚟。係啊，一定懂事啊。係啊，先坐前後台。好，安德先，多謝。撒下來，揾什麼出去突然風帶來平白。好啦。空發了。
看到你都相当好，是咧甘的。哎，两三斤米批含你嘛，做了甘的事。一条歌的迄创文慢一堂。你说过迄爱前期的那个比赛的歌的，歌词真难呢，真难哦。56个字从5种跳。哎呦，这个写歌词吗？没，迄真词的啦。真词。学员真词出来，大家都会从5种跳的。哎呦，你很厉害哦。三台跳、4跳的两数。哎呦，还迄下通用的歌词要用通用的歌词，冲白。不简单。不简单。而且平常他除了重感妹之外，还好像很喜欢追剧。看剧呀。追剧。好看那种剧，韩剧哦。没，大陆剧。哎呦，宫斗那种。哦。所以现在台湾剧看《延禧攻略》啊，我就喜欢他的衣服。哦，对。啊，有没有青蒿一个片撩吼？系啊，台流啊，大概来来回回，去500、700摆有诶。哦，新加坡。对。哦，一个片可以装扮一下那样子，很漂亮的风景。错啊，系啊。哦，对呀。好，来创泰的唐先生讲评。蒋威先生。涂小弟今日唱了评判。首先呢，我先讲下啦。不管我主动天春音的比赛，也係我哋農業大會台的比賽，唯一的宗旨啊，是提升我哋歌唱的技巧，還有我哋三個詞嘅文雅嘅好嘅嘅詞語來啊，係我哋比賽的目的啦，嚇，係一個宗旨。因為首先咧講嘅是講，兩條三個詞啦。雖然唔係講涂小姐只寫，不過拿日本的三個詞來比較一下，我感覺講詞語文雅的部分呢，個意境和意境非常的好。希望講我哋所有咧參加呢比賽呢個朋友、歌手朋友啊，我哋唔講熱切來唱啊，特別老嘅嗰啲山歌嚇，能夠向呢方面來改進嚇。我哋提升的思維再過進一步。今日涂小弟唱了2首評判啊，以自形象依個使用的喊腔啊，我感認為做得非常好，尤其係呢個團落分明，還有在娛樂人、各代人、腔樂各方面呢，是唱得非常的好。希望講我哋所有朋友啊，大家互相的談吐，互相的暗示，共同為我哋客家山歌的提升啊來努力，加油，當好。什麼？好，來看一下佢嘅分數啦。看一下涂元峰嘅分數。係。沈夢先生。难分难舍，96.7分，难分难舍，真的是，有恐怖呢。就压力现在就在最后一位了，亲密一位了啊，9分，9堂。好，安子噻，希望你追剧成功，然后出国玩哈，感冒中都越来越好啊。好嘞，撒下来。好，撒下来，先来吹亲密一位了哈，林心东带来落山歌。好啦。對台比賽，唔是強啊！痴心了。唱出來好高尚啊！
各人强听，做将来呐，上云了。代代呀，美好汤啊！上家唔得，搬家错难，啊过了。草莓人苍山歌啦，下個蒼來，半妹對那，阿妹了，蒼來呀。半個課啊！形容太好，变他家好，以后好帅哦。对对对，他感觉有点那种铁汉柔情的感觉，有嘛啊？看你像阿尼基有没？哎，冲过没人用。啊，冇冲过。光剑冇马强用。哎，关家唔得。哪有暗用？冇暗用。感觉这阿尼基，然后唱铁汉柔情是唐歌吗？铁汉柔情啊，我刚刚不是这样讲，对。本身咧做建筑系的，建筑啊，你讲好讲做奶水啊，做奶水哦，你还含油做，含油哦，含油哦，个真辛苦呢，去上去下。关的啦，哦，做了哈。哦，真的啊，做了多年了。我记下失眠了，我记下失眠了，哇，16岁做了的哈，哦哟，哇。哇，那个妹子辛苦，那个真的是很危险的工作，对哦。系啊，个拍开个鹰架个去搞油的轻功。讲到鹰架，呀，他们就头摆40年前做的屋，哦，后摆就很满意来去，再个加强过啦。哦，包皮啦。嗰种是有个榴莲啊、死水屋是清少了。佢有我个按过啊，2站将3站按过啦。哦，结果了摆就冇摆头摆就严重讲啊。哦，补救啊，再补强。补强一下。啊，咩啊，头个搭的将后盘架帮上帮下就做。今日用铁的引架，就上去按 BB 叉。哎呦！哦，就第个啊，哦，年龄大嘞，你哈，会吓成样嘞，两个地好上嘞，真的，真的，你那服老了哈，老。你还苦下一起了都哦。就像我以前奇怪，10几年前那个跑步，我都可以跟得上年轻的。嘿。
跟家里小孩都可以跟得上，现在没有了。我说你们自己跑你们自己，我跑我的。你犬狗呀哟，连狗我都跑不赢他。跑赢狗你就厉害了。对啊，没有。我这真的有差了，而且年纪是随大概5年就会骤降一次，5年骤降一次。差很多，差点点真的差很多。对呀，懂得后生忙肉唔敌呢，肉人张敌呢。不要诅咒人家，真的。冇啦，食菜发了会保养啦，不用，还能运动啦。对啦，你运动，你保持健康的身体，你吃这身体啦，不会老退化这么快，不会按掉。但是是冇痛的啊，因为冇供氧哦，冇胆量哦，对啊，连胆量都会不一样。真的，就像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什么妹都喜欢。我怎么接这句？拍谁哦？年轻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对了。来，哦，冲出来唱风烛欣赏，好。那个林先生哈，给我们唱了乐山歌《亲有痴心》呐。伊歌词淡薄就是有写到痴心，你唱任何的歌曲哈，痴心当重要。尤其迄个乐山歌的特色哈，伊个特色哈，声要亮，韩国呢要欠声欠清楚哈，韩国气又要少，表情和声音哈，两方面真重要哈，韩国呢，俩係樂山歌係自由拍嘅啦，哈，自由發揮，基本嘅呢個林先生全部發揮到真好哈，唔過係少少嘅建議啊哈，比如講你講唱嘅唔是強，嘅係的聲音哈，你多啲後練歌嘅時節唔好縮起來，我本嘅比較輕鬆嘅哈。按樣嘅發聲，哈，韓國呢，還有一點就講，你唱了個歌詞嘅時間，落去個意境地步度，歌詞地步度嘅意境，唔是當規矩按一拍按樣唱，唱段音來做到來，會更加好，按樣嚟個加油下。什麼先生？好，按你就來看一下分數了哈，看一下林行東嘅分數。哎呦哦，謝謝，哎呦，97分，恭喜，恭喜，兩個千高分呢，買豐年哦，哎呦，謝謝，然後用廣東話用啊，分數應該，你表示我世代也變洋了，係啊，世代與這洋到一般人遠了，係啊，恭喜哦，排泄下，十分排泄下，係啊，唔會啦，以後有機會再過來，你節目唱歌唱啊，謝謝。莫林泰哥，在你當中坐，好嘞，按總分1分來。總分係你西門區係289.4分，西來區係289.7分。恭喜西來區，得到一個人贏。恭喜！啊，西門區咪衝得清好啦。沒關係，下一次有機會再來拼啦，哈。再謝謝嘞。好高了，好高了，這個機會很多嘛。衝點係後堂。後堂，好嘞。好，安尼今日安尼節目也告一段落啦。結束咯，好唱歌朋友夾來報名。夾打電話來096667666，傳真電話0227778232等開始看打電話。當你講我唔記得啦，當禮拜講還是會有點哈。年紀大了。哎，你做嘛用講？對，沒事才發啦。好啦，腦波。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我呢，咁啊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謝謝。3位先生辛苦咧，係啊。什麼你嘅好朋友，張國磊了哦，張國磊衝過就開始把糖。什麼小康先生，還有我崔先生，謝謝老師們，樂隊老師辛苦了。什麼現場嘅工作人員辛苦咧。好，下禮拜我唔記得一天都準時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好。